来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中华职棒富邦悍将的前球员陈凯伦，2年前因为家庭的因素退出着球队，到国中去教囡仔拍棒球。即摆才知影讲，原来伊退队真正的原因，是因为伊企图要来侵犯一个工作人员的太太，最后奉用性侵未遂来判刑1年8个月，赔偿着50万。陈凯伦即摆是伫个新北市的尖山国中教囡仔咧拍棒球，尖山国中是紧急发出着声明，暂停甲聘请。中华职棒大联盟是发上届当的处分，永远无要搁甲录用。勉强的出棒，挥成了一个2垒方向的滚地球，直接用手套传球，直接将球弹向1垒完成守备。前中华职棒富邦悍将的球员陈凯伦2021年宣布退休，当时的原因讲是考虑到家庭因素，不过其实代志唔是安尼。恭喜陈凯伦生涯的第500支安打达成。虽然讲出500支安打，陈凯伦却伫共1年涉嫌侵犯工作人员的太太。依照树林地法院判决书显示，讲陈凯伦伫2021年10月，甲几个队友伫淡水球员宿舍食饭啉酒，想不到伊用刷摊为理由，将工作人员的太太骗出来。事后依照强制性交未遂，被判处1年8个月，赔被害人50万块。这个案件还会当上诉。唔但安尼尔，陈凯伦即马伫家新北市尖山国中棒球队本来发声明表示讲，媒体过度的报道造成社会观感无好，已经暂停评估静态司法的结果。和网友骂甲变过，过顶天写文章讲会随改评。富邦悍将嘛发出公告，表示讲受到检举，就随对陈凯伦停职，为了保护被害人无受到二次的伤害，才无对外做任何说明。陈凯伦嘛伫迄年离队。目前学校已经完成了通报，并依法立即给予解聘，同时呢，也登录至不适任的人员通报系统。针对这点，中华职棒大联盟嘛发出声明，虽然讲陈凯伦已经申请退休，也过伫球员的身份期间犯错，所以讲处于上当的处分，永远无要录用。本来陈凯伦的棒球之路前途看好，却因为酒醉失态，意图侵犯他人，亲手断送家己的好前程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